比索罗重建莫拉克在期的旅游产业，政府在莫拉克去主年的时间推出真情巴士，到去年11月底带来约为5万的观光人次，创造为4700万的观光产出。不过，到末2年，真情巴士关怀旅游路线零零散散停驶的。莫拉克风在重建委员会讲，真情巴士是阶段性的计划，今年会对一批金500-1300万继续加强推动观光旅游结合永久保，用尘土土壤的方式来相关内外的游客多转去。木当的景仰场表示出莫拉克风采嘅当时饮水有几沉美，未见证林边多家当嘅勇士灾情有几厉害。800风采重建满1年。政府推出真情巴士，串联本地的景点同在地新景点，推动在地旅游。连过小港外国后，也利用真情巴士带领小朋友来做环境教育。市面上的反应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已经总共出了有134辆的一个车次哦，那总共参与的人数有5127人。800风采过后，观光产业一直无转好嘅急线，胜利也因为真情巴士系统增加嘅1到2上。政府再个规划推出23条在地旅游路线，同真情巴士强下增进观光。不过对去年其实真情巴士是溜溜咻咻停驶诶，因为它是在关键的时候去做发挥。今年还要从预备金里面提1300万给他，去加强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就是这些观光旅游跟这个永久屋基地的结合。真情巴士直接载定人客去在地，观光客来带来人潮。不过无真情巴士人客也无来嘅，系真社会同重建区潜在人潮。除提硬体建设、旅游素材以外，应该要有更加多嘅力量同创意加入来。除了观光旅游之外的话，它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听，很多很感动人的那些情节，可以让大家能够真正去体会到它整个的重建的成果。那也就是说，要让全民能够参与，一定要包装这种所谓的一种相关的一些套装的流程。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大家努力的去整理其实有很多新的这个的景点跟它的文化上的一个挑战我觉得会让很多国人有兴趣。政府针对在地规划产业重建整合旅游文化恒常上前，希望透过观光旅游、文创产业、精致农业、也绿态新兴产业，向人客多做来旅游。也是建设天天的完成的，后续除替政府宣传提出配套措施以外，还是要社区居民自发性、和较促进的来参与推动，让观光成绩将会变到比800风采以前更加好。下个新闻，你今有齐飞林综合报道。